初心迄个水，初心迄个水啊。所以咱若时时爱进行善的经济，咱若有一粒善的经济，吼，咱有这个善念啊，咱时时要善念，咱做代志，就依照咱的良知去做。那用咱的良心良知去做，咱所日日生活当中就是依着伦理道德，遵着伦理道德。所以咱用伦理道德变成咱一种习惯，然后咱的习惯当中，就是时时刻刻有良知、有道德、有善良，变成咱一个性格，变成咱一个人生。所以咱的人生美好的人生，对这个善良开始。所以咱时时爱遵善良，遵善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所做所为就是善行啊。所以咱的正行善的经济了后，咱的爱展现这个初心的水活出来。初心的水有够水啊！就是慈悲心、喜舍心、感恩的心、包容心，意识做侪做侪啦。那么这个慈悲心，其实啦吼，咱每一个人吼，大家人拢有慈悲心嘛。尤其在咱道场嘛，拢时常拢会讲啊，浅显慈悲，啊，对，那是慈悲。慈悲是不是挂在嘴边？不是啊，真正慈悲，所谓慈悲，慈就是娱乐，悲就是拔苦。哦，互人快乐，啊，别人痛苦，家己即个苦。哦，所以慈悲，看兄弟姊妹过啊痛苦，看兄弟姊妹道亲啊吼，咱拢会去放亲嘛。啊，这个道亲，吼，啊，最近安怎，咱来伊会关心一下。啊，伊伫遐咧想袂开，伫遐咧烦恼的时阵，咱来讨伊感。所以啊，要娱乐，给他快乐，要给他快乐，不是给他物质的东西，不是不济物件互伊，咱爱。精力，互伊精力啊，爱拔他的苦。怎么拔苦？互伊明理了，就会来负责，互伊明理了，了解咱人的因缘，咱人的因果，为什么一世人会有这样的因缘？伊了解了，他会走出这个痛苦，我行会出来。所以伊就面对这个环境当中，伊会去面对。另外一种的慈悲，就是咱爱杀生。慈悲心就是不要杀生，哦，所以真正的慈悲就是要有同理心。然后本身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咱莫食众生的嘛，哦，莫食众生的嘛。有诶做者有教，拢袂做法会，有要放心，拢去买一寡造物来咧放心。但是真正放心是对，也取放心，口下能放，口下就会当放心啊。所以人讲咧。动物伊的灵性，甲咱人的灵性同款，同款的，拢是来自于理天的。只是伊无去修，伊毋知通去修，落下轮回经济，做了地高情深。所以咱爱杀生啊，爱杀生就是一种慈悲的心啊。我互你看一个影片。第1章章鱼饺子。Galinha.
Se pone para trabajar y lo hago. Eso no es tan precisa comer o povo, tá? 这囡仔有古锥无？伊有迄种慈悲心，他有慈悲心呢。伊妈妈要给章鱼饺，食迄个章鱼饺子，伊讲啊章鱼饺子歹是咱袂当食，伊无头，伊袂讲话啊，伊的头倒，讲伊伫海底，伊讲毋是啊，咱因为要食伊，所以头无要食，所以等下饲。伊讲啊伊是动物啊，咱为啥要食？动物咱是要来爱惜的，咱你也疼惜的。 所以，我问咱大家，咱无食肉，敢袂活？可以啊，但是咱食肉动物袂活嘞。所以，伊嘛是安尼讲啊。动物咱要食伊的肉，伊就爱死啊。所以，伊讲动物是咱爱好啊照顾。伊要看动物在蹦蹦跳跳，因为伊有生命。所以，人讲人有不人之心，爱有七分之心。哦，咱本来咱的灵性拢是当厝来的。 只不过伊轮回伫迄个众生的六道轮回当中，但是咱爱有计较心，食人一斤，你们2斤，所以咱爱展现出咱的慈悲心。吼、咱即个慈悲心，因为咱咧学的啊，咱爱了解讲，本来咱动物毋是要互咱食，吼、咱爱展现咱的慈悲心，莫杀生，口下无放心。伊是食素食，是咱即摆世界上界流行的。 足侪影星、官星伊嘛食素食啊，因为为着健康素食，为着环保素食，为着无爱甲众生结恶缘，咱爱食素食。这是上界先进、上界有智慧的选择。搁再来，咱有施舍心、大无私。伊是慈悲施舍，慈悲施舍是数量心，因为当每一个人，吼、有甲人有即个缘的做伙，别人有困难的时候，咱伸出援手，爱有理起来心。 所以咱人有当时爱贪，就是咱无舍心。所以咱舍心无止，那么咱会将即个贪去掉啊。所以人讲，咱要互人，还是要得到？因为咱互人代表讲咱有会当互人。啊，咱若两手要伸安尼，安尼就是拢要向外得到，代表咱品就对了。所以人讲给予还是获得，要有一个选择。 哦，人讲想，舍得，有舍就有得，咱会达到咱无私的心，咱还有感恩心，无埋怨。其实感恩，其实咱爱是感恩的。哦，当然咱的怨叹就是代表讲，咱遇到的环境足侪，咱会产生迄个怨叹的心。但是咱爱了解，好佳在，咱今日有道通好去。咱虽然讲遇到足侪因缘考报，但是如果咱若阁毋知影人求道，咱阁毋知影人修业。 是上可怜，但是好佳在。虽然我的环境无好，虽然我的语言无好，但是我了解语言果报，我有道通好修。在即切语言当中，咱感恩天恩事业，有会当互咱细心细事，咱来非常有感。其实咱要感恩的有道理，天地君事，包括足侪。咱日常生活当中，咱拢爱感恩。食一顿饭，咱嘛爱感恩。咱有一顿饭的米通好食。 是咱钱去买着有用着，但是无浪费钱，敢有？无人发明地糕，互咱煮饭，咱敢有饭通好食？真正诶，咱要感恩真正足济，不要想讲哦，我都有钱，我就当食。其实，毋是你一个人就能够达到的。哦，毋是咱一个人就能力会当讲遐尔简单。咱要食一顿菜，嘛是拢有遐尔辛苦去进来。我们都要心存感恩的心，十一字行都是如此。所以咱若有感恩的心，咱会感觉自己快乐，咱爱有包容心，他会当达到心上宽容。因为咱每一个言无共款，有结善的，结恶的，有善有恶的嘛。但是有因缘有好有歹，遇到因缘无好，但是咱爱以着包容的心去看待每一个因缘。所以别人对我无好，我们不管别人对我怎样，别人对我无好，咱也想讲，迄就是因果。但是咱对待别人，是咱家己的修为。咱对人无好，人对咱无好，咱搁对伊无好，就是代表咱修为无好啊，咱就是无明理啊。所以咱要达到包容心、亲像佛祖，咱弥勒祖师迄种的法相。
事啊，所以咱爱迄种包容心。如果咱来包容，咱的心性就当袂动。一个家庭共款嘛是爱有包容心，社会嘛是共款。如果社会家庭要和乐圆满，要有包容心，就是讲咱展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咱家庭的幸福，就是在咱初心的当中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出来，咱会过了幸福快乐啊。再来就是讲，去烦恼的心上水，水伫咧做用精进无害开，因为在精进的当中，伊当提升家己，心境提升啊。在承担，水伫咧做有承担无推脱，因为你在承担的当中，会当完成咱的使命，完成咱的使命啊。所以我为什么会水？咱会当达成有个使命啊。我一届年啊吼，去着这个题目的时候，这是中心出的题目嘛。我去到迄个林口去要学习啊。刚去着这个初心最美，我讲，哇，这遮尔困难的心，初心讲水要安怎讲？我去到遐看了沈讲师，沈登和讲师，我讲，沈讲师慈悲啦。我抽着初心上水嘞，什么叫做初心上水啊？因为我掠着机会一定爱问的嘛，然后持孝论嘛，伊就甲我讲一句，你今仔日下来遮，迄个心就是水啊。我即个想着，对啊，我今仔会行去到遐，就是等来讲我有咧承担迄个心嘛，在承担啦。所以你有在承担，你就要完成即种代志啊。所以承担就是无说无批啊。水里头会风险，无条件，疑心无家己，有义务无权利，只有付出无奖励。这是真正的水呢，真正的水呢，这是无为的呢，才是真正的美，真正的美。所以就要慈悲牺牲，只有奉献，没有条件的慈，只有牺牲，没有自己。悲，有义务，没有权利，喜。只有付出没有占有，这是慈悲喜舍的心呐。所以咱今仔日，咱咧办事情有通过，对一件事，咱咧前辈者，伊就是咧付出这个物件，所以展现到的迄种的道气、道貌。所以咱啊，还有咱大家，和老前人，咱拢讲伊有当牺牲，有当牺牲有没有很伟大？是很伟大。但是伫做这有当牺牲的时阵，伊心中敢有讲想讲我咧牺牲？无啊，伊是无谓的奉献，伊无咧想讲我有咧牺牲啊，伊无遵照迄个牺牲嘛。所以因为无谓的奉献，所以在牺牲当中没有牺牲的心。所以咱来看，做一前辈者嘛是共款，咱王经理定看，食家己的饭，免烦恼别人代志，烦恼兄弟姊妹的代志。为什么要安尼做？为什么？像咱丁老师嘛无念嘛，去来用嘛。为什么要行动？为什么？离了家，就是为了找到更多的兄弟姐妹能够找到回家的路。咱离开厝，就是要为着要可以引导做真兄弟姊妹找着因回家的路。为啥要做到成功？就是做真兄弟姊妹袂卖，唔知影通到找着伊个本性，袂卖去啊，伫遐轮回，唔知影要转去。因为天道非常的出现，拄好这个应下时运的时阵，天道大开波动啊，天道出现伫对，我靠咱知。咱办事啊，吼，咱较有心转，就去城顶有一个浅显啊，因为阮台南一个浅显吼，转去啦。爱伫车顶要讲，伊就讲诶，某囡仔，你生意嘛，讲你生钱哦，爱转去，爱着讲迄个前面，因为伊迄是因太太诶，因大姨仔诶翁就对啦，先生嘛，迄算大细官，细小人做大细官就对啦。讲当伊咧弥留之际，说算伫遐咧迄落诶时，咧伫遐诶时，因囝儿是谁拢围伫伊诶身边，忽然间，因一个孙仔读国校啊。开始喊，喊讲安怎？阿公要生母带走，阿公要生母带去啊！讲阿公互生母带去啊，就开始喊。生母带会当好？好啊，应该欢喜啊！但是囡仔毋知，伊是讲生母甲阿公带，伊讲伊有看，因为迄个囡仔有特殊的体质，有特殊的体质，伊看哦，讲生母甲带去啊。但是伊讲生母也带去，我都无一个阿公通看啊，无一个阿公通去啊，所以就咧喊。哪看？若讲无求好
天道大海普渡，为着就是要诱惑咱即个纯正的心，咱的天心诱惑出来，咱会当达到高端回即个弥天啊。我和妈妈有讲讲诶，2月的时阵，农历2月转去，转去了后，面相很慈祥，穿衫了吼，迄个人就叫我，恁等下一摆吼，已经穿好啊，妈妈家己穿衫穿好啊，咱等下一摆吼，看有啥物话，最后跟妈妈做一个告别，有啥物心内话，甲妈妈讲，叫阮大人讲，妈妈去的时阵，就讲诶，从妈妈的手家己开啦，一根，讲安尼随就对啦，抱学堂诶，抱袂牢，抱来随溜诶，抱来随溜诶。迄个人咧讲啊吼，讲诶，你妈妈吼身软如美，这样福济咧，有哪会济？吼为世人讲人讲死个话吼，死去人吼会平苦苦，但是妈妈是身软如美，因为伊上个自知啊，伊知影伊去处伫倒啊，那么为虾米人讲死个死甲平苦苦？因为伊毋知影要转迄条路啊，咱人嘛咧顶顶的时阵，敢会僵硬嘛。比如雨仔就对啊，雨仔开车是技术足歹，当咧开车的时阵，还走路拢掠做红的，掠做红的时阵，敢会全身僵硬，就是这样子啊，会紧张啊。共款啊，咱人若要转去，迄当下毋知要去倒的时阵，咱会紧张啊。紧张的时阵死去就是讲规身愈变愈苦，但是咱要转去迄条路，咱知影的时阵，清楚楚、明白白，很自在、很轻松啊，所以身软如绵。所以咱互咱印证讲天道非常殊胜。所以咱今日迄修办道，为虾米用遐尔济心，就是为着要救较济兄弟姊妹，会当回归咱的本位啊。所以呢，心利用众生无完，是菩萨心把苦苦类化慈悲，愿付出乐陶醉，以悲化喜乐。其实。办道、修道有迄个过程，但是咱的心就是咧利用众生，咱无迄个怨的心，没有怨叹。虽然讲足辛苦的，开放足辛苦的，但是学苦类化慈悲，因为所做的就是讲，要互兄弟姊妹当提升。虽然看着兄弟姊妹逐拢成长啊，伊心内非常欢喜，非常欢喜啊！伊的付出价值，今日3天无亏，3天无亲为何事？咱心互上天应，咱做天的头路，咱当讲一心许天，上天袂亏待咱，不会亏待我们。人讲上天无亲为是故，唯德是福。上天无讲教啥物人较好啊，但是咱若要学上天听会着，照顾会着，感受会着，爱啥？有迄个点，有迄个点，所以咱若做天的工课，上天袂亏待咱，不会亏待我们。你咧做上天拢有咧看，所以咱咧做是无为的奉献，不是讲要得到啥物，但是自然而然就呈现出来。自然的，咱咧做的过程当中，上天拢会保助你，但是咱是无为，咱的心爱无为，上天自然水到渠成啊，所以。我老先生5大牺牲，最后成就是啥？元德帝君啊，他无亏啊。所以，咱来看，你真正用心在这个修办道当中，利益兄弟姊妹，自己嘛得到，得到对啦。做兄弟姊妹，自己嘛是有利益，所以咱今仔日修办道的心是上界水的，上界水的。所以咱听一首歌啦。办道的心上水，会晓唱的人，大家做伙唱。是把苦累化慈悲，谁愿付出陶醉？愿总有圆缺，何
却心越发珍贵。山才人为贵，怎么走才可贵？更新磨练，坦然心正确。嫩嫩的眼里遭罪，才感受三业的慈悲。多少人世，多少惭愧，多少心间心事化解。曾为中岁16岁，才感受水到为转累。多大富贵，多少事业，就把心最美。一杯花喜悦，却心血化珍贵。伤才人为贵，怎么做才可贵？可惜磨练，坦然心正确。冷冷的言语遭罪，才感受三业的慈悲。多少人世，多少惭愧，多少心结心事化解。曾为中岁16岁，才感受水道的传累。多高名为多大富贵，多少事业，就满心最美。嫩嫩的言语遭罪，才感受三业的慈悲。多少人世，多少惭愧，多少心结心事化解。曾为中岁16岁，才感受水到为转累。多高名为多大富贵，多少事业，就把心最美。多高名为多大富贵，多少事业，就把心最美。修办的心想水，只要咱有道理、有用力，当然最呈现的是最美的啦。最后就是讲，一句话，莫忘初心。咱这初心袂使念袂记，咱初心若袂记，这世人以后爱搁来轮回啊。所以咱这初心爱用把握住，无论遇到偌大的困境，咱拢安尼用咱这上初的心。上原来心去面对任何因缘变化，安尼，咱突破困境之后，人讲经过了这过程，咱用这个心去面对，咱行过了，咱以后呈现的是上水迄个一面。那么以后人讲诶，ถ้า咱上迄个心会当应对的时阵，以后咱要回归本位啊。所以莫忘初心，就是咱原来心，时时刻刻保持着咱赤子之心，安尼是真正是修行的人，修行的人。我今日参与到这，因为真济不足人初心上水，水工讲袂出来。我是抛砖，咱从迄个雨我出来，咱搁从迄个水的物件，你也体会出来。上重要就是讲，咱爱真正有落失去心，像咱的初心真正理我出来，呈现在咱的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做一个有道气做好的人，互人大家拢介意。使咱的社会、国家、家庭会当和乐融融，这是咱今日人
足无害所在，有溺水的所在啊，请咱先去下对咱领人各位前辈才共好救济。最后强调着咱大家我是充满道路宏展，大家顺利健康平安，谢谢，感恩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义鞠躬，坤道义鞠躬，咱这只是一些。